好，这粒小犬风台即马是安尼扫过南台湾，今仔日伫高雄的风是正透的，到今已经接到上百件树仔甲空棒倒去的通报，嘛有骑车的人是骑袂知，差一点就跌倒。高雄上新的状况是安怎？咱即马要交予伫高雄的记者张依辉为咱来解说。 是主播，现在记者所在位置是伫高雄市。原本今仔日是来做流感疫苗日子，不过因为风台影响，高雄市今仔日嘛是停班停课，所以嘛取消做疫苗的服务。建议民众会等风台过后，再找病院也是社区注射站来做。所以昨暝高雄的桃园区、那马社区甲武林区拢有居民来撤离。 由公所甲国军做伙斗相共，昨暝统计拢总有300多位的居民来撤离。上新的数据，今仔日原民会搁咧统计当中，目前民众拢伫安置所来等待风台上新的状况。虽然小克风台现在已经慢慢离开台湾，不过到下晡高雄市过风也是真强，会当看到有民众骑车，因为风伤透，地势只会当停伫路边，等待风较细才会当骑。嘛有民众骑到要跌倒，边仔有20民众做伙斗相共。 请民众厝外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以上就是记者张依辉、邱昭勇伫高雄的连续报道，甲时间